我香港我住屯門嘅，我今次係上嚟睇牙嘅啫，因為牙響食嘢嗰陣時就已經有產生酸痛㗎啦。熱嘅都會有呢個問題，熱嘅就會有，哦，冰嘅都會有，冰嘅都會有，哦。OK，不如咧，我哋再拍多個片，拍多個片再睇清楚，再俾個結論。初一日嚟嗰個感覺幾舒服，因為我之前喺香港睇嘅話咧，都係睇啲牙醫診所，咁牙醫診所係好細間嘅啫。同埋咧，我要一早要預約牙醫，咁睇完之後，個牙醫就好快就又要再睇第二個，所以咧我根本冇時間同個醫生去交流。下邊咧即係第一張圖啦，我只有書。醫生好專業，因為佢唔單止向治療方面做得好好。咁另外咧，佢會從好多引起呢個病嘅原因，同埋點樣去防治，佢再做咗啲介紹俾我哋。夜磨牙只發生喺呢10到睡眠期間10幾個微米啊，即係打比方，如果你睇到隻牙咧，佢磨損咗一個毫米多，但係佢唔係完全軟膠佢係等於話咧。香港嘅牙醫係好忙嘅。啲牙醫診所，因為佢出邊好多病人排緊隊，所以我根本冇可能問到佢太多嘅問題。以後呢隻牙好滿意，真係坦白講。因為雖然我就話咧，就花咗去交通方面嘅時間，稍微多咗些少，但係入嚟呢個環境嘅話咧，同埋服務嘅話咧，係比香港好好多。價錢就一定係比香港平好多㗎啦，單憑個環境都已經係好好㗎啦。如果話我朋友有牙方面嘅問題，咁其實我會推薦呢間牙醫俾佢，因為入嚟嘅感覺就好似香港嘅私家醫院嘅服務。但係佢嘅收費比香港嘅牙醫診所平好多，同埋佢嘅服務真係好到位。